大家好，我是大人呢。今天为您介绍的是我们演艺界非常厉害这个演戏、唱歌拢足专精的，我们陈秀玲，秀玲姐你好。是大人你好，阿哥有咱亲爱报道新播营的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秀玲。五等奖的时候，他就在比赛咯，对不？安尼讲是做资深的，但是所以我就要讲，因为你是五等奖，迄个时期就已经出道，但是即马看到你，有关是袂说干那吼，就少年就青春的，这保养甲真正就好的呢。我来感觉你真正做老实的讲。啊，这是真的有影啊！嘿啊，来，我看你呀。无啦，看你的你是咧？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你是。一个秀玲是你的妈妈，你知道吗？我嘛是用一个好心来支持。啊，是，所以讲，你头他讲的话拢做老实的，这个就是表示妈妈跟你教得真好。没有啦，我是说真的啦，那一比一中啦，今日在节目当中也不能够讲太恶心的话，尤其咱视讯今嘛拢开啊，对不？你嘛别当讲，哎呀，已经就大块，你讲啊，今天我们欢迎非常苗条的小姐啊，真的苗条，真的是很苗条，对不对？而且今天还穿着这个学院风啊，也是让人家感觉到这个青春洋溢。有活力，讲一下啦，建起来。回归哈，你这一次为什么会来到咱波多联播帮？就是要推出你上新的专辑。是啊，你刚才最紧张的呢，谢谢。其实上新的作品呢叫做《思念美丽》，对吧？接下来我们头一首歌，咱先来听也主打歌之一哈，叫做《满白的心思》。咱先来听歌，看来有没有等来继续来讲。下团